渐渐过去，春风又柳开啼。泥头暖暖，河水清清，容呀未满天碧。山芒大表四天刚润，地飞银线脱离。祈求天公慈心保佑，风俗平安顺心。路的失去，阮因欺负出选的，连嘛讲因的西门营也本因读到佛教面前，今日会做人啊！姨啊，莫想咁多啦。变态，你唔讲办法嘿？哎呦，前日我就讲的咩，见你就唔信，今日天书第二篇，问就问佢咩？迄老爸妹，其迄个老问题先摆，去了同山3年啦。迄北京法讲愈滚呢，通讲吼，只有书面处理，彩电了接触管理的问题，伊记下摆。阿爸妹，问住姐啊！等下，让做倒去急的咯，唔嘛个事情啊！我看到阿爸老文法子，本应读到讲好到门口啊。嘿啦，我着喊伫个想办法救记条。个有想到嘛个办法无？当然有啊，迄爱朋友呢。我伫天主教个想嘛个办法，我的事情做无？吼，你莫通讲，迄阿神的欠好钱，把相反的无钱关起来，等你捌啥啦？吼，我又无讲事情做唔得，我希想拜托唔着，只看他配个方法。见迄有嘛办法的无？请去讲请，亲人讲亲，还迄个用钱啊！不过也3年可能唔是钱。我问过小舅，伊讲有迄3年做得拜托款啊。梦儿，头摆的众议员冯先生，伊也下迄只事委员。小舅人讲的哦。嗯，众议员，佮是有谈过啦，佮魔术师啊。你明明来了呢嘛，有讲啊无讲的，我会分歧我。小妞，小妞，又发生么个事情啊？没事情啊。阿爸，小舅讲，我的阿爸没记也着去拜托冯议员听书。王医院，嘿啦，不过我着又唔识记。这头摆按总头医院啊，几点调价啦？按你吃可能吗？佮伊啊，无吃可能吼。加去，好，调价了，走。向阿姨啦。嘿，叫安啦。哎。就是我哋阿兵哥啊，赛都要好搞。民意主要出总多严格，民意主义前面严重。伊个啦，拜托唔啦。佮我从面路吼，本伊着做起吼，伊着赖我着吼，讲我户口个面有问题啦，佮喊冤枉哦。哎呀，报身哦，要动作是那样，其他事情怎么会做？科长，我听报刷讲吼，这个条要甲人教死的啦。迄个枪管哦，实在哦，有数字哦，切出一次的。
人家不考，有一种日本本嘅状况啦，你个想，迄你唔会安尼。也有可能，也好教啊，做开学嘅，啊，当上去到阿兵哥啊，出走，等下带人过去看一下，好嘛？哦，什么，拜托啊！干什么？我是这个学校老师，上面派我先过来看一下。这是我的通行证。你们的主官是谁？跟我来。好，谢谢。举好，顶着前窝顶好。干什么的？我是这所小学老师，我叫百利国。哦，从大陆过来台湾教书啊？是，新派任的校长在台东，叫我过来看看。老家哪的啊？云南昆明。云南昆明？我云南楚雄哎，哎，这样算起来咱们是小同乡啊。是。报告营长，在门口那对台湾妇女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啊？哎，那对妇女啊，在我们米里面下毒，害我这些士兵吃下肚啊，不是昏迷不醒，就是上吐下泻，还赖说我们鸡肉跟狗肉一起吃才中毒，还叫我们什么鸡屎白吃下去就可以解毒，你看分明是胡说八道嘛！报告营长，鸡肉跟狗肉同时吃的确会中毒，而鸡屎白确实能解毒。啊，鸡屎白，这怎么可能啊？营长，我看营区后面养不少鸡只，找个兵来试试。哟，你喏，你从你老板吧，我唔见得啦，你要发生什么事情啦？冇听到阿叔现场诶，迄个要困难啊！冇，不紧张，好，让你看一下，好。站住！干什么的？哎，你干咩？你出来，出来！跳哥，我马记，阿爸，你有冇？啊？王爷，你用我采样咯？听讲啊，唔准走了关啊，拜托啊，过来关心一下。多谢王爷，阿兰，大家，爱子爷嘅事情阮大家真烦恼。好得啦，你同山来个欣赏，希望其实些麻烦。那老个太阳嘅误会啊，是解释清楚嘞，你还是没事嘞。哎呦，先生啊，什么啊？什么？多谢。好得冇用的啦。老祖，实在去农困水本阿爸还有办法洗身。好，娘啊，你洗洗。来了，你洗洗来。开玩笑，跳哥，我先你走。先生一杯茶啦。唔是啊，跳哥，多谢君啊，来这。阿兰，唐山来接受嘅官员，佢条啥嘅做法，我向你上去查清楚。你老上个下午讲，汉冇事，尽量莫去解放。老天刚好的时候嘞，还是时候，下礼拜唔知会出乜嘅大事情啊。我知啦，马飞来就讲。什么嘢？唔好讲啦。什么？我先来这。你用啥？送我来吧。哦。问题，人家都烧酒，拖到北边去啊。我嘛无法度，啊，当去买烧酒，搁姊妈袂转来。这愈来愈乱，遐人客拢会卡来手来，就是无爱做。
你上好也是想办法转去条线，我嘛要想办法换头路啊。什么道路？头家答应我，叫我转去上行，我明仔载就来找问看卖。你带我斗阵去好无？对啊，免等啊啦，头家无遐早转来啦。无要紧啊，反正我无代志，要等一下。算啦，你要问头家甲你调转来代志？嘿啊，无可能啦！即摆人恶请，无人通摕你啊！你也是好啊，担酒家做啦。诶，你的意思是讲，我爱担酒家做新人嘿哦？啊，担酒家做哪有偌歹？内底水姑娘遐尔啊济，看样你啉后山种茶的啦。姜文德，你最好给我小心点，不然我一定弄死你！姜文德，我们已经查出你在日据时代有前科，你最好给我小心点，不要给我出状况，不然我一定弄死你，你信不信？姜文德，听有无？我再讲一遍无？免啦，多谢。这个30年前啊，你看呢？那是老前面的红地变作水田了，是俺头一摆拄到啊，被用的张总啊还去钞票。阿爸，佢头摆人讲啊，贵州文台咪讲天地就会变，今日啊天时变就安样，俺想哦应该啦。唉，讲是安样讲啦，嘛跟说天地一样吗？政府就会田地，啊，好嘅政府就好田好地，厉害嘅政府醒来嘅，佢出高奖，无限来照顾印度农民啊，这个较平啊咧。小家，听呀，辛苦嘞，辛苦辛苦辛苦。哟，你那请了按多嘅用嘅做来咯？那个哦。法联农药各种冲给用的啊，那第3年嘅老品种。虽然迄老品种，硬迄边看哪咧，迄食材做唔得吼，印度咱我哋想办法，听下，来了一田龙，好。对吧？自从这边用港中人哦。就啲头家种嘅米哦，当有名诶。姑嫂，你毛头一次啊，太家丢的啊，就按到咧。阿爸，这种改变俺有说是，阿爸，对俺一家做得来啊。韩家，某个家咧，这起码呢，叫了一种。
爸，哎，我在生活去读书啦。哦，阿公，我去读书嘞。了解哦，你搞用功课去啊，你拢啥认真读，认真好啊。好。好教好了啊。啊。你了解莫老其他嘅同学都严格啊。记住，你讲较小声啊。好，阿爸。阿公，我走嘞。阿公，我走嘞。唔出来呀，带两个囡仔来注册哦。无啦，细汉的都来佚佗呀。对哦。到时无啥学生吼。因为即摆环境较乱，咱家长拢有读册囡仔。注册你敢知影淡对啊？会啊，我头前个。好，多谢你啊。再见啦。哎，你带小孩来注册啊？伊问恁带囡仔来注册哦。哦，我阿姐囡仔啦。他姐姐的小孩子。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伊就迄9年不开拍戏赛。安子生，安子生啦。什么？你是不是就问他爸爸？没什么，不要那么客气。啊是倒一个要注册啊？大汉的这个啦。应该没用北京话的教册哈。什么？他问我们有没有在用北京话教书？当然有啊，不过东部的师资比较缺乏，本校只有我跟校长是大陆来的，过渡时期，请多多包涵。伊讲有啦，因为即摆吼老师较少，啊，敢若伊甲校长咧教，我嘛哪教哪学安尼。啊，北京话伫倒位注册哈？北京话你找白老师就好啊。什么？他要学北京话。要学北京话？欢迎欢迎欢迎！哎，你对我来注册。我带生员过去哦。你是第一个跟我报名学北京话的学生。啊，对不起，我忘记你听不懂北京话。没关系，以后你就懂了。江聪岭，爱站起来哦。好，这个。江聪村，江聪村，啥是江聪村？啊，你江聪村哦？啊，老师甲你叫，你啥拢无站起来？好，这个。郑雅茹。好，这个。你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不要命了是不是啊？総さん、役所の備品は全て台帳に記入してある。それは李さんも見て確認済みのことなんだ。万が一不備があるとすれば、それは絶対に我々の責任なんかじゃない。不是你的责任，难道是我的责任吗？上百国人民竟敢降水，去你妈的！少長、大丈夫ですか？你什么人啊？我是引导的苏永宁。他说他是他们家的佣人啊。佣人，佣人还帮他讲话，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你哪会才会被怕人啊？起来！やめて！梅子，大丈夫か？这巴掌只是给一个教训而已。如果下次你再护着日本人，我就毙了你。走。大丈夫か？梅子、私がやります。そんな。あなたにはいつも手伝ってもらってばっかりで、あなた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たちはどうなってたことか。私がやります。いけません。私が。いろいろご苦労
なされるように。敗戦国民である以上、私は家内がいろいろ言われたり苦労するのは仕方がないですよね。私は所長が他の役人と違う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ました。あなたは差別をすることもない。18の年に台湾に来て、それからずっと農業指導を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こでは候補生がみんなを引っ張って諦めずについてきたからここまでになったんですよ。所長の稲作への理解には庶民に低頭関心するばかりで、あなたの教えがあったからこそここまでに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関山地区の米は皇室御用達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これは私にとって大変な名誉です。稲作については全て文書に書き残してお渡ししようと思ったんだが、あの通り全て持っていかれました。所長が離れられた後、あの資料がそのたたというのに。心配することないですよ。候補生、あなたの米は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んだ。あんな資料なんか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種もみす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今、どうやって米を作ったらよいものやら。植えたばかりの苗が命病にかかり、すべてダメになり、困っています。そうですか。私の蓄えている種もみがあります。それを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それはいけませんよ。いやいや、これまで長い間本島人の皆さんには大変お世話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これは私からのほんの感謝の気持ちです。あなた、お茶が入りました。はい。太叔，不是，你拿个盐拿过来。哎呀，你做咩做咁無閒？我想試下我嘅新嘅谷種啊。做乜用鹽？做鹽水仙啊，啲經過鹽嘅谷種哦，屬較結實，唔驚傷害，唔驚蟲，下擺哦，收成也會較好。以前冇可能咁嚟做啊！呢是新嘅，從來未嘅嚴種，嘅農業改良從南日本米同台灣米配出嚟嘅新種。按道理講，就要培養四胎，咁我哪嚟培養啲港種人？你睇日本人做咧，嗱做起家忘記啊咧。日本人哦，對農業確實有用心。以前啲台灣人種出嚟嘅米又細又硬又唔好食，佢改良你看，米變啱好食。胖胖的迄唔好誒，好誒你帶下，安尼做得種誒吼。忙做的事，你也谷種吼，不過拿一浸嘅強力嘅水，浸3日，真可以賣哦。唉，同爸，假使你死來，難啲要結婚去哦。他好，各位同学开始练习，一边写一边默念，把它记下来。各位同学开始练习，一边写一边默念，把它记下来。你的字很漂亮。
张华，我想去买点水果。哈？水果。水果。可不可以带我去买水果？好啊。听说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好吃。好吃。这叫做香蕉。香蕉。这叫做木瓜。木瓜。这叫什么？我没有见过。哦，梦梨啦。梦梨。梦梨。梦梨。啊，你是要买什么水果啦？看遐尔久。要买什么水果？你要买什么水果？要买什么水果？你念得很正确啊，学得很快。过来，这老子你开什么价啊？是懦夫。你的公交听我了，哎，你这亲的老乡，发生什么事？这个老头啊，欺负我外地人，一斤是8毛钱，这个瓜1斤半，他收我2块7耶。嚯，这人哦，是食人够够呢，特别都骗咱台湾人，这哦足无理的啦。你看，这种人。张文华，过来一下。帮我问老板，发生什么事？请问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哦，伊拄则哦摕只金龟，问我1斤偌济钱，我讲1斤是1.8，结果称起来是1斤半，斤半2块7呢。伊哦硬要甲我拗1.2呢。这个人哦，安尼感觉有够无理的。你欺负我外地人是不是？老乡，这瓜1斤是1块8钱，不是8钱，你少算了1块。哎，他明明比8个指头的呀。哎，我有先比10哦，后壁要比8啊。吼，啊，迄头我无看到，要甲阮拗呢。啊，这外省的吼，啥拢欺负咱台湾人呢？这哦，你干怕啦？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好了，不要冲动。头家，你们之间有误会，这个钱我帮他出了。伊要退一户啦。我带他跟大家赔不是，希望这次误会就此化解。伊退伊对大家会失礼啦吼。哎，你的1块钱不要算到我的头上喽。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我要劝告你，出门在外，行为举止更要谨慎。张华，我们走。你过来敢说？太厉害！以后不给你买了，没有买来了，挂线了，挂线了。碗盘洗碗盘，洗碗盘，洗碗盘。小来推住，哎，没事啦，不要别紧吧，去啦，落去啦，落去。小来推住，唔呢都被警发啦。怕啦，去地下中吐屁股。做唔得啦，你阿爸讲啊，万县政府的啥啥会不会讲给他调查？迄无有事情无人做得搞死啦，去啦！我下面通去学，伊就唔肯，讲不把学出来的。哎，今日好被警方系做唔到袂好吼，为家你做空啊？迄问题咩地方学就好？伊天操要学啦，你路空堂堂就会啊。其
上洗手净哒哒的，所以嘛又好。是啊，甲鬼唔相同，溜溜飘飘。我老娘爸啊，都要下出很多手。伊迄嘛相同，但是相同的就会变的啊。迄问题免讲，迄若重新通用，本日本人做去做志愿兵，看机会远无？你讲嘛解啊？娘娘，按摩头绳，成为人翻到。来姐，来姐，欢迎，欢迎，欢迎。不用带路了，我等一个人，40几岁，穿中山装，他到了，赶快叫他上来。哦，好。嘿，安怎？后面我带啦。最近哦，迄长山来人客哦，看起来拢怪怪呢。你准备这包好要怎？我明仔载要转去后山啦。你不来做啊？我头家拢袂守信用，搁做就无意思啊。阿姐，欢迎啊！我追上去。正讲一个比一个较奇怪，唔通出代志呢。叫沙库拉哦去唱歌，先煞甲因注意者，我赶紧来甲头家讲，吼。好啊。有夜花，有夜花，秋风有吹落地，无人看见美丽万岁，花蕊若落袂请进。对不起，走错了。不再会，有无情，有无情，无想阮的前程，并无看我难了心情，予阮前途是光明。你哪来？无啊，因就叫我莫唱我，你咧创啥？啉酒啊。3人やくさかもしれない。どんどん治安が悪くなってる気がする。因就叫我莫唱我，你咧创啥？啉酒啊。3人やくさかもしれない。どんどん治安が悪くなってる気が。
你啥？这要是安怎？文弟，我来报警。这恁的笔录，看遐有啥问题无？恁两个哦，爱看好详细呢。万一有啥物重大吼，爱紧甲大人讲呢。找你们所长。是。是啊。走。杜大爷到外面按这里来。那里面。在这里。是。是。小杨。是。好了，笔录本给过来。是，知道。好，全走。对。对。是，知道。这件命案牵涉着国家的机密，所以恁绝对袂使讲出去。若讲出去，后果会真严重。恁两个上好是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知影无？好啊，恁先转去啊。文弟啊，恁两个转去吼，甲行李款款的啦，我店要收啊。文弟，文弟啦，紧的啦，车帮要袂赴啊！文弟，你要离开啊？头家拢安尼讲啊，我落你家要创啥？我知影下面你迄间酒较欠人，当做伙来做。啊，你毋是要等着线？我无爱转去，我要留伫遮啦。日本が違うのは分かってる。愛人でもいい。そばに置いてくれたらもうわがまま言わない。我袂使安尼做啊！你嘛袂使放我，家己一个人通食。袂使啦，你一定要转去故乡，唔通袂记你厝的人一定爱搁你等你转去啊！才钱互你买船票，你紧转去啊！你是准备好未？用出发未啦？咱若无紧出发吼，会袂赴啦。你莫搁伫咧想啥苦啦，用行未啦？好，行。もうすぐ車が来ます。梅子さんのおかげでいろいろ助かったよ。これで安心して内地へ戻れる。梅子、あなたの行為は私たち一生忘れません。
当然のことです。私こそおかげで学校に通う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なければ今頃生命具です。生命具って何？目が見えない牛のことです。字が読めないってことです。梅子さんは生命具じゃないよね。生命名残は尽きないが、そろそろ行くか。梅子さん、ここ何年か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そんな、私こそ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玻璃好工，要参观啊？啊，什么好工呀？甲你有关系哦？甲我有关系？啊，是要领了死哦？迄日本时代吼，领了死哦，讲到换两线呢。毋是啦，糖，我咧店里吼，听到唐山保安讲，台东的牛糖厂要重新开工，而且吼，即个要做愈大，需要足济吼种甘蔗的人甲地。哦，安尼袂歹呢，啊，保用糖免钱啊呢，啊是爱偌济啊？若袂吼，5万先来。5万，俗，无钱。我看我是用下学堂兵哦。啊，在你啊，考虑看卖。啊，毋过吼，若伤慢，等糖厂遐人也有，地也有的时阵吼，嘿，无你的份哦。什么条？出来拜堂了啊？有人欺负你啊？无啦，秀酒赚逆本啊，不是拜堂的呀。哦，你别说，来啦，出来。从你给我转来嘛。很忙啊。啊，你个贵姓番？边个请我来啦？来大洲区来给风啊，行的走省。啊，大洲的地方做乜解？若狗有行忙转来，副卡就意是我把一生，秀酒又赚逆本诶，来来给风请来请去，没冇请到，我唱是哪个人家？做讲咩？来遐上班就好诶咩？啊，做失败。遮水，好做生意好无？好啊，你等甲恁某讲啊。你家要做点点来哦。天竺哥，按子说啊，我这么多设备，我先行哦。你还卖物件？外高诶，阮遐扫帚咱物件拢输掉了。哎呦，啊，你就工作人员介绍了。赵英啊，一路讲啊。错啦，莫歹势啦。有啊问题吼，拢爱先摆啦。啊，就顶来啦，先开一间百货行，要去。甲你的名吼写顶面。啊，你有熟悉啊？啊，都戏园头家因后生啉的啦。啊，我下暗吼约伊要讲糖厂的代志，我顺便甲讲一下啊。那当梅，哦，啊字阁水，人嘛生做真轻飘，讲真正话。先摆，莫人讲耍笑啦，莫人惊死哦。是不是？不要紧啦，头的事情哦，没问题啦，哈，你们赚了，请赚。油葱酥，油葱酥，给面趴板，面趴板，面帕板。面趴板。好了，老师不能再教吃的，老师肚子饿了。先生讲伊肚脐的啦，总能因搞色的啦。好，不然这样，
老师唱歌教国语，好不好？冲过哎！好。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鬼子就是日本兵，我们的敌人。来，老师唱一句，你们唱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大刀，唱啊！你们怎么不唱？江无华，怎么回事？这有较大的，那田丰的事以前去冒名，是可以泄密煮饭。你还没低头的去忙的事情？无啦，阿姊。习惯啥都容易，我转来。老师，你还好吗？没事，感冒而已。你真的好像桂香，桂香是我的未婚妻。外看要去欣赏，一表人才，迄死本人啊！我上课又偏欣赏，当然唔爽快。娘咧做定娘哦。建立会哦，山中胜利啊，最赚钱，制裁所、百货行、精密所嘛。昆明可能伫迄嘛个意思嘛？优雅囤积密寿打好了之后，我一出私情啊，拿来烫装的。操嘛个喏！食材嘛无搭台，菜有配又强下来，喜好把胶水，唔会下个嘛来强下掉闹眼，树红那里mặc住條線亮臉落肚，你同樣笨辣，對愛強又無法度，天公觀眾摸，愛老嘢講，打在鼓，做嘅啲唱個聲嘅啲。跳舞，放眼衝浪愛照亮怎麼開路？你唱下我草點碰點泡茶，是包呀美哈你做下，莫喊其他，也講講聲聲呀，我都放喺路上笑哈哈。你唱下我草點碰點泡茶，是包呀美哈你做下。其他也講講聲聲呀，我都放喺路上笑哈哈。